沙巴位於馬來西亞的北婆羅洲，市區有水上清真寺、艾經生鐘樓等建築，還有人氣 X 沙巴海鮮樓。走出市區，有適合浮潛的島嶼，例如美人魚島、珊瑚島、沙比島，還有適合攀登的山峰，比如沙巴有名的馬來西亞高峰世界文化遺產神山。即立出發沙巴之旅，享受真正放鬆嘅假期。珊瑚島距離亞庇市中心和國際機場30分鐘路程，在這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度假勝地重新發現並重振你對大海、自然和保護的熱愛。這個度假勝地擁有14個僅供居民使用的豪華露營帳篷，周圍環繞着鬱鬱蔥蔥的熱帶雨林和原始的藍色海水，為放鬆、休閒和教育提供了全面的方法。主要採用當地生產和升級再造的材料，全天由太陽能供電。位於 Kineret 鎮的海岸附近，可通過 Api 碼頭前 Bringes 海鮮餐廳抵達。該島一直延伸到珊瑚藍色的南中國海，擁有豐富的海洋生物，在蔚藍的大海中放鬆身心，與大自然斷開連接，探索有趣的海上遊覽，包括滑翔傘、槳板衝浪、自由活動、透明皮划艇或獨木舟，在美麗的珊瑚和魚類中浮潛，在俱樂部會所休息，沉迷於哥打京那巴魯著名的日落，參加教育性保護計劃，或者只是在海灘上悠閒地散步，一切都在你的心中。關注我嘅影音圈，睇更多資訊，更多好玩好食嘅。